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哦，做伙对抗这个疫情哦，守护咱的台湾。咱看到讲这连两天哦，拢是200通例，今仔是219例这个本土案例吼，新增加是22例这个死亡案例。咱讲这个快速筛检阳性率是小可较降吼。咱嘛看到讲全国确诊人数依然是双北市占大多数吼，但是这个数字拢有来降低啦吼。新北市123例，台北市54例吼。另外，咱来关注的这个过去啦吼，咱讲到这个苗栗科技业移工捐助这个部分，咱看到吼，小连续是增加到16例啦吼。这个部分咱看到吼，可能这个指挥中心有伫遐设立，咱讲前进指挥所，真正有看到效果啦吼。新增加16例内底吼，外籍移工占9例，另外本国籍的占7例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外籍移工因这个劳动环境也好，劳动权益吼，人权上，咱等下好好来去讨论。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小连续2天来吼，这个强调这个数字有降，但是咱看到讲，但是讲啥？伊讲无放松的这个本钱啦吼。咱过去嘛看到安尼，这个数字是起起落落，但是咧有一个好消息，佮报大家来知吼。咱看到讲，这波疫情自这个5月11日。甲6月7日吼，到单累积内底吼是11326例确诊，目前已经有2000多人吼解除隔离啊吼。另外，咱嘛看到讲针对着这个疫苗这个问题啦吼，大家嘛是讲长期买咱靠的就是疫苗吼。目前看起来也是欠吼，咱讲日本紧急要送咱这个124万吨顶礼拜嘛来，累积起来台湾即阵有211万吨吼。若是讲拢住吼，差不多咱台湾的人口数来看吼，差不多嘛是9%啦吼。要是无够，要是欠吼，但是有一件好代志，咱嘛看到讲台日友好，搁一件好代志是啥？因这个10座的这个复合隔离吼，仓吼要送互咱台湾吼，日本真正有影甘心啦。咱看到讲，听到要送互台湾，因有欠吼，咱有欠，伊随讲吼，互咱使用吼。另外，咱嘛可讨论到这个国际疫苗，若是到货吼，可能 COVAX 系统也好 ，AZ 也好啦吼，拢会来延前啦吼，恐惊是7月后才会来到台湾。但是咱讲这个 Moderna 吼，这个供货吼可能会较稳定啦吼，但是嘛有人咧讨论讲，是毋是咱这个地保地唔对去吼？有人讲吼，地伫咧国产疫苗遮，咱嘛看到讲，即阵有一寡这个争议存在啦吼。中研院这个院士吼，陈培德吼，伊嘛是讲，迄当阵吼来做一寡这个疫苗吼，咱国产疫苗这个审查委员，但是伊伫这个5月底说讲吼要撕掉吼，这个咱讲吼疫苗审查委员的这个部分吼，伊的这个看法是啥？伊讲吼，可能有一寡这个压力是来自蔡总统啦吼，讲这个国产7月就要甲做出来。而且开始来去做啦吼，伊嘛讲哇，无一个民主国家是第2期做煞，就来互这个 EUA， 就是互因这个紧急授权吼。总统府则嘛不会讲吼，这个陈院士担任也是这个撕掉审查委员，拢唔知影吼。伊讲爱互科学来讲话，才是正确的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邀请节目第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成功病院外科主治医师刘平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医师你好。第2位咱们邀请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研究员吴静茹。主持人好，大家好。第3位咱们邀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碧香。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3位啦吼，共同过来讨论到咱这个疫情的部分啊。咱看到这2天来吼，200多例案例是毋是互大家较安心？但是咱过去嘛有讲吼，真正袂当放松。先来听下这指挥中心安怎讲。我们新增了219例，219例，新北市123例，台北市54例，苗栗县16例，桃园市13例，基隆市8例。彰化县2例，台南市、新竹市、台中市各1例，死亡的案例是22例。整体看起来，筛检的阳性率也都持平往下，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了哈。不过，毫无放松的本钱毫无放松的本钱。但事实上进货并不是那么的稳定。那我们当然是持续的努力那也希望能够维持在8月底仍然有这样子1000万的疫苗这样能够进到台湾来是啦，先来请教何教授啦吼，咱看到讲这张图啦吼，这是代表一个这个趋势。小连续2天来看吼，211例、219例啦吼，虽然今仔个增加差不多8例甲比较昨来去看，但是咱讲这个死亡人数嘛是有咧降吼。但是这2天来是毋是咱过去咧讲的这个台供量
无遐尔充足。咱嘛看到讲，这个样本数啦吼，去体检的人可能吼，甲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吼，有这个正相关的这个部分啦吼。代表讲，过去咱这个拜六礼拜的时阵，有当时啊，拢是体检量，尤其咱看到讲，过去可能伫咧拜六礼拜的时阵，迄当阵上大雨，大家去体检的这个能量嘛是较少。但是咱有一个爱关注的，就是伫咧苗栗地区，咱看到讲，因为有发生着这个群组感染，咱去看到快速体检的人嘛是增加。这个部分吼，咱这个数字安怎来去看？先请教何教授。咱咧看吼，这趋势吼，差不多爱7天看是较准吼。但是有几项啊，这个迹象吼看起来是有较好的，就是讲第头一个吼，新北市公布吼，伊迄个无镜头的啦，无镜头的迄比例吼，即马有敢若较悬一点。啊，意思就是讲，咱知影无镜头的人，咱迄阵迄个资源无够的时阵，就讲你唔通来，吼，你有镜头再来。啊，即马开始可能是咱的资源有够啊，吼，这是一个敢若暗示啦，吼，敢若可有够。啊，即马看落来，咱就还佫看过啦，才知影。所以啊，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讲，咱拢遮努力啊，咱拢遮努力，拢遮守法吼，应该嘛是爱有一点啊效果才对啊。所以咱嘛是安尼咧希望，所以无要紧，咱佫看才知影。这通常这种吼，免你要想来想去，咱就继续努力就是啊。尤其即阵已经到6月28啊，所以咱看到吼，这个部分咱佫继续做好势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指挥中心有一寡这个数字吼，5月11到6月7日累计内底吼，安尼算起来已经有11326个人来确诊。但是咱看到讲，虽然安尼这个数字起落落，咱嘛已经有2157个人来解除隔离啊。这个数字表现起来，其实也是算袂歹吼，代表讲咱这个量能也好，也是讲虽然咱看到这个死亡率吼，也是讲死亡人数是咧增加，但是咱讲这可能是反映着过去遮重症的转做死亡这个部分。但是咱随着咱的这个确诊案例来降低，咱的这个死亡人数未来嘛是会吼来继续降吼，继续来请教这个刘医师。咱嘛有讲到一个数字吼，即阵大医的这个人数吼嘛，剩这个2000几个人啦吼，这代表讲哦，咱的这个医疗吼已经较松啊啦吼。咱看到讲过去伫咧疫情拄爆发的这个时阵，哇，湘北市吼这个救护车找无病院去啦吼，代表咱即阵。隔离吼，这个解除隔离的人嘛，吼增加，咱的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嘛当增加，这个数字各位当看到啥物咧？即马咱来看吼，其实咱对于5月27、28迄阵到500几个人，当然这有校正回归的数字啦吼。迄阵咱看起来已经感觉讲，这趋势应该是慢慢去降啊吼。是。想袂到讲经过超1礼拜了，搁第2波敢若搁小可搁起来。哦，迄阵才发现讲原来有即个移工的部分，吼咧增加。另外一个就是一寡可能无镜头的，拄啊咱何教授有讲着讲，即个。有可能伫厝内，啊，咱迄阵拢呼吁讲有镜头的，你有即个活动数的，较出来体检。哦，啊，即马遐个人都继续搁拖落去，啊，变做讲其他有可能一寡抵抗力较无好，也是家庭的即个族群的感染，较定显现出来。叫做变做讲，你看伫6月7就顶礼拜，啊出现过一波段起来。哦，就即马咱开始甲新竹两县市搁苗栗，咱全部甲做伙统一去甲伊处理的部分，就快速的体检，对这个企业去体检，尤其包括这移工，包括这本土的部分，讲尽量看会当甲这个人抓出来无？是，哦，这个阳性率，希望这个马上紧降落来，降落来了，就希望其他湘北市的这本来的作为，就会当互伊愈完整，哦，包括讲传统市场的部分，包括超市的部分，包括讲一寡家庭。这会去开讲的部分，拢尽量大家看开始慢慢啦，会去了解讲这个严重性。是，相信大家前礼拜之前，大家咧研究个习惯，这个讲3级的这个境界是安怎行啦吼，包括讲。医疗的量能要安怎增加，要安怎快速的时间去增加，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的部分，包括人员的训练的部分，我看这拢是最重要的吼。这嘛是拢，互咱台湾家己去学习一解，要安怎足短的时间，平常时咱讲超前的部署，咱要学习讲这个超前的部署内底，咱要甲这资源要安怎统合起来，吼，要真正应用伫这个真正拄着大代志的情形之下，是吼。无一般拢是纸顶管咧讲的吼，所以即马咱实际操作方面起来，较知影讲哦，这有当时也有一定的时间嘛，是爱去配合。当然即马来看起来，咱已经是用伫上短的时间，甲这资源去整合，
哦，当然这个好加在也主要伫湘北市。你若讲拖足紧的，已经到别个县市去啊，哦，有可能伫这资源的整合方面，可能就会去较慢去。哦，所以咱这个看起来伫湘北市，咱当然嘛按算讲，依照咱的希望来行的话，当然台北市当然进步，敢若有比新北市较紧啦吼。当然伫这个确诊数当然有较少，慢慢愈少，而且愈明显的现象。当然咱都爱烦恼讲，这个其他的行政区唔通阁互伊继续阁爆发，还是讲这确诊的人数嘛是共款咧增加。吼。当然，咱看到已经2000几人已经离开隔离啊，不过你甲想起来嘛是还阁7、8千人，即马伫确诊的部分，吼啊，毋过也袂当讲完整的隔离，吼，即个离开即个风险啦，吼。当然，包括内底阁有一寡可能重症的部分嘛，伫这7、8千人之中，吼啊，一般来讲的话，当然希望咱这个医疗的量能会当慢慢增加的情形之下，一寡本来放伫讲伫厝内观察的部分，也是放伫即个加强版的其中。即个检疫所的所在，哦啊，确定讲即个人是高风险的族群，咱会当更加落入来病院内底，吼，可以受到较完整的照顾，甲监视，较袂讲像怎有诶像讲过往去啊，较知影讲伊是确诊的，哦，即个病例，安尼就可能较无彩，哦，所以一般来讲，咱是希望讲即个部分，政府甲医疗的单位、各民众，咱三方面嘛是要继续努力，哦，尤其咱伫即马延长到6月底啊嘛，吼，所以到延长到6月底这2礼拜。确实是，咱已经学3礼拜啊，安那行后壁个延长的这2礼拜，确实当即马会当去看出成绩的时阵。是啦吼，讲到这个湘北市的这部分，咱嘛看到讲吼，比较这个过去的这个数字真正有降较济吼。啊，咱讲吼，这个本地吼苗栗遮嘛有一地火吼咧烧吼，但是咱看到讲指挥中心有这个前进指挥所吼落去了后，嘛发现讲内底这个其实吼真严重吼，这个无论是本级移工还是讲这个外籍移工的这部分，拢总吼确诊的人数拢是增加吼，真济真紧。但是今日看到这个数字吼，16个这个移工内底吼，算是讲有较控制吼，伊嘛进行着真大的这个快速体检。另外，针对着这个移工宿舍的这个部分啦吼，若是讲这个移工人数伫咧制作业吼，差不多有100个人吼，差不多有20间啦吼。6月初7已经封示完吼，这个刷。另外制作业若是50至99个人吼，18间啦吼。6月初8嘛已经封示刷。另外吼，制作业若是50间以下，佫有615间哦。所以咱看来讲吼，佫有吼一寡这个养护机构啦吼，嘛是这个移工的这个大族群内底啦吼。咱继续过来请教政治啦吼，针对着这移工，遮有人咧讨论啦吼。即阵咱看到讲苗栗县也好，也是讲这个屏东县，拢有一寡吼，这个或者无爱互因伫这个咱讲上班以后，佫互因四界拍走，游览车自移工宿舍再去公司。另外，伊若下班了后，公司佫再转去宿舍。当然，咱会当理解。苗栗县安尼做，屏东县安尼做，是要吼，互因讲莫去为着病，但是有一个部分嘛是讲侵犯着这个因的人权吼。但是咱看到讲，针对吼有一寡咱台湾人吼，即阵嘛是这个全国第3级的这个警戒这个部分吼，就是要求伊嘛莫出去啊。但是针对这个部分嘛，有牵涉到这个人权的问题，安怎啦吼？该抓卡，咱讲会当平衡的啦吼，你安怎看咧？好，我先讲一下这宿舍的代志好啊。就是咱会记得旧年拄啊开始的时阵，伫个医管中心，是，但是拄啊，这个移工来到台湾，然后还未去到雇主遐的时候，有一个医管中心，其实就是中介的下包啦，这就出代志啊嘛。伫迄时阵，阮就甲劳动部讲，其实全台湾即马是71万人的移工，这个移工是甲咱的资源无共，咱佫有厝会通住，咱佫有可能自主隔离，一人一间，因是拢无在调通住，无自主隔离的空间呢。那这个移工的迄个宿舍，像迄个。金源这个公司，我听讲是8个人一间，是目前是算讲移工界内底宿舍袂歹的哦。我即马摕这个相片互大家看，这是伫咱迄个今年初一月的时阵，伫咱实际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是62人一站。然后4个卫浴设备 ，OK， 好，这是伫今年。那医管中心的代志是旧年嘛，搁较早怎么？2018年，咱会记得汐止有一个上市公司，一站住差不多120人，然后总共规栋拢是这个宿舍落去睡，然后这个有差不多300-400人，规间敢若会当有每一层2个卫浴，然后前后2个出口，这是。常常可以看到的移工宿舍的问题。那这个移工宿舍呢，都要主持人讲有去访视嘛，有去检查。然后这个访视跟检查是什么状况？看到那个继续问一下。然后咱再来看一下苗栗县
唔是伫移工大线内底哦吼。看这表内底，其实我黄色标起来，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彰化，这几个县市拢比苗栗县搁愈侪。这是大关。好，安尼我要讲的是讲，咱即马前进指挥中心进去了，确实有效，而且疏散的很快。所以这个移工有诶甲阮联络，阮一个联盟有甲阮联络，这个移工即马有诶伫苗栗县自主隔离啦吼，确诊的伫苗栗县是隔离，有诶去往上去，上个台东、台中、个南投去，所以也就是说苗栗县的这个防疫旅馆也好，防疫中心也好，其实不够的。我要问讲，其他的官哪出代志咧？所以要问啥咧？要问讲劳动部这1年外以来，敢有去处理 ？OK。卖讲这边超前部署，连部署都无，即马应急部署嘛无啊，安怎讲无？所以伊即马发出一个叫做指引，劳动部的指引，安怎讲指引呢？就讲必要减少减数，这一定的，就是移工大部分的人就是其实会怕了。为什么会怕？第二，咱开始讲3级的时阵。全台湾的讲3级，咱用各式各样的媒体拢会当拢知影3级，拢开始紧张啊嘛，大家自律性很高的拢不爱出去啊。不过移工爱用偌济的讯息，互因再知。是。全台湾即马71万人的移工，从中央政府1955下到全台湾各县市，翻译人员只有132个。OK。对，印尼45，菲律宾11，越南50，泰国26个双语人员。所以你会当知影伫宣布3级的时阵，咱大家家己就当去找讯息啊嘛，各式各样讯息拢有影片、有文字、有什么，你个移工会当安怎知？对，所以这个讯息对他来讲是很不充分的，到今嘛来嘛是不充分。然后加上这个不充分的讯息，然后加上现在的住宿环境，这个住宿环境其实在劳动部的最近发的这个指引里面，马看会到要依据外国人生活照护服务计划书，这个是每一个雇主来要请移工一定要附的一个表格的对吧？你要评选是不是？那这里面有规定呢，很清楚。为什么刚刚这个照片会长这样？不见得违法哦。OK。这里面讲说，就是每一个人。平均包括公共空间哦，拢算起来，平均只要3.6平方公尺。3.6平方公尺换算成咱较熟悉的坪，就是差不多1.1坪。一个人1.1坪。OK。1.1坪里面有什么呢？有一个单人床上下铺，然后可能有个柜子。OK。然后就差不多满2个榻榻米嘛。对，所以差不多满，这个是合格的宿舍。是。对，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宿舍会长成这么多麻烦？为什么会长成这样还好？金元算优，为什么是这样？已经算好的啦。已经算好的啊。为什么今麦说是是从劳动部的规定一直下来拢安尼，都不用讲说，进前咱有知影，迄个宿舍。起伫迄个工厂内底，然后火烧，连去救都袂赴，连消防员都丧失生命，嘛是这有去做哦。所以遐个人去访视，即摆访视了，访视宣导到什么状况呢？我要问的就是，咱劳动部其实有讲，你若要疏散，即摆唔得降载，就是你宿舍的这个量，本来住20个，爱紧甲疏散，你去睡厝，我补助你，吼，互你去睡厝，甲迄个量距离要拉开，爱。较尽量较疏散的。你若无一人一间，上少你嘛是2个人一间，4个人一间你爱较散的对啊。然后呢，不过即马咱看到是屏东市政府用这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宿舍继续无叮当，然后我互你住，我监视你、看管你，我互你出去就对。我互你出去，吼。然后呢，这个车辆载你去公司继续去做事，做事了后呢，佮甲你载转来。我讲这种状况，每一个咱台湾人。去互咱抗伫迄种状况，敢挡会掉 ？OK。然后宿舍佫是迄款的哦，吼，所以我要问讲，即马咱咧讲，其实今仔中岛迄个记者会，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冇记者咧问啊，不过指挥中心不正式面对啊。记者讲，所有县市的这些防疫的措施，其实要照指挥中心的指示嘛。指挥中心3级没有错，3级有3级的规定。那对于屏东跟苗栗这2个县政府，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指挥中心同意吗？结果指挥中心，那个副指挥在那边，他就不回答这个问题。OK。对，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理解要防疫，乐刚、宜刚马被防疫，所以当苗栗县政府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就对伊讲来讲，我会说小阮公司是20-30个，不过说规个拢做伙，我要安怎？伊嘛会紧张啊。OK， 就是讲宿舍的这个问题吼，这个人数有的也是无解决吼。虽然咱头拄讲这个经验者吼，可能是8个人一间也算好的，但是有的人吼，伊嘛是做伙甲你管控，拢也是20-30个吼，但是拢就伫咧吼做伙。啊，你讲吼，一个人为着其实嘛是小团吼，这个部分无解决。但是咱嘛知影吼，有一寡这个县政府是较用强的这个做法，佮先请教这个刘医师啦吼，有一寡吼，这真歹去平衡啦吼，尤其吼有人嘛讲啊，这个是本劳，你就是无安尼来去做啊，但是这个针对外劳的这个部分，你就是安尼强的吼，你安怎看呢？其实企业家己伫即个经验应该学到一寡代志啦吼。当然，企业伊当然以趁钱优先啦吼，伊定甲讲企业先活落，你较有可能有这劳工的劳动的资本嘛吼。不过第一件代志就是你嘛是要保持这劳工会当安全吼为主，所以一般来讲，我是建议讲，你一般企业即马爱伫即届开始真正去落实即个分厂甲分流啦吼。你要想落实即个分厂甲分流的部分，你就袂当去想讲你要甲你的产业的量能诱啊上大，你一定要有所牺牲啦。哦，你若无牺牲的部分，你即届的爆发你就是一定会挡袂掉啦吼。唔免互你偌久，即摆你若一届爆发起来，你本劳甲外籍移工全部拢对的话，一届停就停1礼拜以上，甚至有可能你会影响到迄县市是毋是爱讨论，是毋是爱封市啊吼。所以你家己爱去体会即点的问题吼。所以甚至即摆咱咧呼吁讲，即企业除了对这本劳甲外籍移工，你也去分流以外，你也既然若像拄则咱来宾讲的，讲有甚至你游览车一趟载过一趟，一车载过一车，啊你安尼在过程中，你就是目的你是要避免伊去得到感染嘛，吼，避免伊可能会去外口去得到感染，是传染互别人的机会嘛。啊，安尼话基本上你都要分流，你都袂当去哦。伊甲有一个人会当转去厝里，也是甚至会去外口去拖即个病毒转来的人去接触到。是。吼，啊，你若要做成分流的话，你当然你就要体会讲，你一定要有产业爱去降量的部分。吼，啊，第二个就是，甚至你要对不管是本劳还是即个外籍移工，你要做定期的即个快筛啦，吼，爱快速的体检，这是一定爱去开的成本啦。吼，啊，唔通讲体一届就感觉讲啊，这个人就永远拢无代志啊。吼，咱嘛知影讲这个伪阴性的部分，你个敏感性准确性较悬的这个快速体检的检查仪器，上无嘛1%以上的这个伪阴性的部分吼，所以你嘛是无可能讲一届体检就代表讲这批人就绝对无代志，所以我只要甲这车的人载过去车，再去迄个工场，就代表这车的人永远无代志。哦，所以你确实讲甲这个人当做是这是你生产力的最重要的部分的资源，你应该是要对这个人是应该较好的，哦，迄是你资产啦，吼，毋是你做出来成本，开始你的资产。哦，所以你即马爱伫降载的情形之下，你就是爱去好好去执行这个降载的规范，甚至咱政府应该出动应该有法律去要求这个厂商，你若无得降载，你就是搞减产能，吼。有当时也袂当讲为着影响到咱台湾的经济发展，互你甲规个台湾拢沉落去，安尼是无合。咱咧看讲迄当阵啊，吼，即个初一别开的时阵，即个经营者还佫毋停工吼，买手是咱头昨嘛有讲过吼，即个经济部敲一通电话，伊才要停工48点钟。无人讲吼，48点钟因继续咧上班啊，是毋是会治着病？啊，咱嘛讲到体检的这个问题吼，咱嘛讲到伪阴性的这个部分，你已经确诊，但是伊快速体检做出来也是阴性的，但是这个内底吼有一寡这个阳性啊未抓出来吼，这嘛是这个吼咱来去考虑的吼。即阵嘛来讲，是毋是第二届这个体检爱紧来做吼？真正有影搁爱开始来做吼。但是咱即阵嘛要讲到吼，全国防疫者吼。有的人讲吼疫苗才爱紧来，但是咱讲吼快速体检这个量嘛要增加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全球 COVAX 系统也好 ，AZ 预防也好，拢塞车啦吼。但是这安怎来去解决了？尤其咱看到讲吼，那真正等到7月啦吼，咱讲累积起来，咱台湾即阵才211万吨的这个预防车根本无够。虽然咱讲 Moderna 这个部分可能供货较稳定，但是其实量也是这个未知数吼。先做来看咱的报道。新冠本土疫情继续炭烧，累计本土病例数破万例。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疫情监测分析发现，除了湘北地区，其他县市也出现大规模群聚。
现阶段疫情由原处伫高峰期，所以提起历代县市的政府对地区要加速设置体检站，尤其是疫情较严重的湘北地区。尤其是在特别针对新北市的几个乐区的部分有提出来，那新北市也有观察到疫情指挥中心这边所提的建议，所以他们也会加速来进行这个快筛检站的一个设立。本土疫情严重，佫出现欠疫苗，有立委质疑，咱国伫国际疫苗采购的到货率偏低。指挥中心提前准备，伫国产疫苗还未完成第3期临床试验进程，就着急甲2间国产疫苗签约采买。也讲8月买大规模做疫苗，敢会当保证安全性？民众也存在真大的疑虑。你的预算最快按照立法院议程要到6月18号才会得到预算的审查，所以请问一下，你们在没有法条的通过下，也没有预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急着在5月28号去跟国产疫苗签约？这是第一个想问你急什么？我们也可以编列其他预算，如果真的人民有需要的话。还是我请教你，你这一次的合约预算金额是多少？这些，比如说 AZ， 我们也是在它还没有通过EUA以前，我们不是要讨论。我现在问，但是董表示，COVAX 提供的疫苗2月开始供货，也毋过只供应一部分，可能要到7月外 ，COVAX 才会入来。另外，直接甲 AZ 公司采买的部分，因为泰国厂有出现闪停的问题，会延后1个月。只有莫德纳疫苗较稳定，这一季预估会有几十万桶，了后会稳定10个月入来。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看到讲吼，这个国际这个预防车吼，其实全球拢咧欠啦吼。咱讲台湾211万桶，我头拄吼一开始的时阵嘛讲，若是这211万桶拢注射差不多嘛是9%啦吼。咱讲这个8月底有1000万桶吼，咱讲咱全体才会当较放宽一个啊吼，这是这个前副总统陈建仁所讲吼。咱讲迄当阵疫情才有一个反转的这个趋势。另外吼，一个就是咱看到确诊降到这个2位数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即阵嘛来讨论讲，这个国产的这预防车到底有效还是无效啦？吼，最近炒甲真加滚的，就是单培德吼，这个验尸这个部分，到底新早吼省市的这个部分，咱等下好好过来一个报道。但是咱先来看到遮吼，咱看讲吼，伊的这个研发的这个物件吼，就是厝单位的这个邮票吼，咱过去嘛有咧讲过，甲咱的这个高端也好、联雅也好是共款啦吼，拢是这厝单位的这个邮票吼，伊是这2倍一个这个部分。另外吼，伊的这个开发较复杂。吼，所以这生产也是讲这个研发的过程有较慢吼，但是咱看到讲 GSK 也好，这个 Sanofi 也好啦，两个世界前10名的大药厂，共款吼面对着这款这个问题啦吼。但是这个验尸单培德伊是安怎讲吼，无一个民主国家吼第2期做煞就互伊这个 EUA 啦吼。伊嘛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这紧急授权 EUA 这准则，国产疫苗吼无可能通过吼，甲技能拢放伫这个共的这个拿吼，先来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咱真正是。这个对唔着度啊吗？还是讲吼，这个过去政府研发这个厝单位的这个2倍一个疫苗吼，即阵可能无法度伫这个6月吼解盲完成啊？你安怎看？咱一项来讲啊吼，伊讲咱的政府敢若无分享这个风险吼，迄是因为咱即摆是3间。私人的公司嘛，是啊，咱即马咱是一个民主吼自由的国家，啊，自由开放的产业嘛，啊，即马因要用什么技术，这政府嘛袂使管，啊，即马替因讲因用这款技术，因是安怎用选这款技术？因为 COVID-19 开始的时阵，大家拢是想讲爱疫苗，啊，即马就大家用我会晓的技术来做，对不？咱即摆想讲吼，这个 RNA 吼，这个载体吼，这个 AZ 啊，什么 Moderna 这疫苗吼，因这个公司吼，因实在是差不多2017年就开始咧研究啊，咧做 mRNA 啊，咧做因的这个技术平台吼，这个工业平台吼，就开始咧做。迄阵是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大家一个联盟吼，讲咱来做为这个。突发吼突然出现的这病吼，咱来假想讲因会出现，咱来做一个平台，所以人因有开始啦。OK。啊，迄个咱就无这个基础的时阵，咱当然就爱用咱会晓做的。啊，本来就是迄阵旧年迄阵嘛，无人想讲一定成功。OK。对不？所以
一定爱做几落项，咱是想讲拄咱三间吼，因为较传统啦，咱就较会晓啦。OK，是正经，迄是较慢活，是正。所以伊即马讲政府，这是来甲政府无啥物关系，政府嘛袂使讲你爱做这个，你爱做这个，咱这是私人的迄落产业的家己的选嘛吼。啊，即马伊讲伊用这个 Novavax 吼 ，Nova Work 这个公司吼，伊讲因的次单位疫苗就还未做出来吼，伊就讲伊一定真歹啦吼，然后伊就讲这个葛兰素甲这个Sanofi这嘛是真趣味吼，葛兰素甲Sanofi。咱大家应该知影，一个是法国的，啊，一个是国际，伊总部咧比利时。即马这两间本来是对手，吼，迄个疫苗诶对手，因即马就合作哦，一个来做这，一个来做这，啊去做。啊，因其实拢做出来啊，结果伊去迄个注射了第2期了，发现讲老人无效，无够啦，毋是无效，无够，保护力无够，毋是保护力，伊干那看抗体尔。OK， 迄阵干那看抗体，所以你就知影讲吼，干那看抗体，吼，就是即个综合的这个抗体，综合抗体，迄偌重要。因为看你迄无够了，伊就知影伊爱停了，爱个对头来。OK， 所以咱即马看这抗体即个代志，大家点仔咧吵来吵去，讲抗体是会使啊，袂使是有。迄就是会使，真重要。人这两个大公司看到迄抗体无够的时阵，伊就知影伊爱停啊。是。所以你若有够，就是会使。啊，即摆是安尼知影会使，就是咱顶几礼拜已经有讲，还是个 Nature Medicine 迄篇文章中和抗体这个 curve 对，就是大家来做，吼，咱来看。所以点遐迄个 Novavax 迄个疫苗吼嘛有点仔内底咧比过啦。啊，即摆伊即摆就是讲，即个是安怎吼？即个公司吼，还未摕到即个疫苗，还未摕到美国的 EUA， 是安怎点仔咧拖啦吼？啊，迄个公司人伊是其实伊毋是啥物大公司，伊并无讲制作的即个真好的经验，毋是讲几落年，毋是老牌，伊是做研究安尼啦，就新创的公司。伊讲伊咧做大量制造的时阵吼。有一点仔问题。OK。所以伊即马EUA伊就无讲真赶紧去申请。是。因为伊即马若伊摕到了订单就来啊，伊即马交袂出来。哦。啊，即马是安怎？但是咱有看到啥物？是。有看到因第3期的，迄个第3期的一只吼，咱先吼观众朋友看一下，美国这个 Novavax 啦吼，是这个技术来源是这个 NIH 吼，甲咱这个高端共款嘛是来自这个美国 NIH。咱头拄嘛讲到吼，伊是做着吼这个第3期吼其中企业啊，咱来好好来看就讲吼，这英国原始株伊的这个保护力差不多96.4啦吼，那是拄着变异剂吼，也佫有这个8成6啦吼，另外吼规个整体保护力吼来到这个差不多9成89.7%，另外吼伫这个南非来去看这个时阵。49%，啊，若是讲吼，这个是这个艾滋这部分，甲伊剔掉 HIV 吼，够55至60%啦吼。伊嘛伫这个英国来去做 ，Mexico 来去做啦吼。咱继续请教这个何教授。美国的即马搁咧等啦吼。你听这你若无去想，无去甲想吼，你无想讲伊是偌好。伊这吼是对这个变异的这个病毒吼，是头一个哦，有临床的资料。哦。对，所以你看迄南非这吼49，啊变过55个60，就是咱普通人啊，因为咱非洲的迄个 HIV 的病人足济的，真济对。啊，即马你搁看英国这个哦，英国这8成6，是，迄就是即马咱台湾的流行。面对着咱这个病毒吼，病毒变异株啦吼，咱有这个8成6的这个吼保护力。因为这个单元是讲。因为 Novavax 无好，啊，咱的疫苗甲伊共款的技术，所以伊的无好，咱的嘛袂好。就是讲因的声音，就是讲哇，国际大厂，亲像 Pfizer 也好 ，Johnson & Johnson 也好，啊是讲其他 AstraZeneca、AZ 也好，因拢是受到这个 EUA， 但是咱要做的这个 Novavax， 伊就是无效，所以咱讲国产疫苗嘛无效，因的这个想法是安尼。啊，这个即马咱过来讲 EUA 吼，即马你爱想看美国即马吼。并无咧欠疫苗，是，因为伊拢有啊，大家拢有啊，所以伊 EUA 这个字吼，实在是有两面
一定要去想两面。头一面就是讲，一定要有一个金额的状况吼，就是讲这个疫情很紧张啊吼，咱真麻烦啦，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讲，啊，咱来找看什么会长来帮忙。所以这一项的两面。伊即马伊无咧欠嘛，所以伊嘛袂讲真赶紧给EUA啦。所以，我咧猜讲吼 ，Novavax 吼，因为伊即马第三期，落来差不多追踪6个月了。病人追踪6个月了，伊就会当去申请正式的，吼，迄个药证。今仔日看到新闻是讲，差不多今年的这个第3季啦，吼，头拄仔这个何教授嘛讲到，全国也是讲美国就好，吼，伊有 Pfizer、Johnson & Johnson 这预防车足济啊啦吼，伊无咧赶紧做 EUA 啦。对，啊，伊就无咧紧，啊，伊即马还要做袂出来，就还伊还要坐做袂出来，伊即马等啦，所以。并唔是讲这个技术是，这个技术是歹的，技术是歹，所以有真侪种考量吼，考量到伊家己市场，咱看美国即阵伊疫苗都是真济啊，伊无迄个吼赶紧的这个必要性，但是咱台湾有哦，咱即阵吸疫苗哦，所以咱即阵吼有人讲哇，这个 Novavax 就是无效啦，所以咱高端者嘛免去甲望啊，有个人的这个想法是安尼，但是咱嘛还有一个问题，搁问何教授，咱讲吼这个6月初10有人时啊是讲吼，这个有人外界是谣传讲。中研院要来做解盲这个动作，但是唔是伫中研院哦，是倒位咧第三方的这个公证者。中研研究伊是甲因做迄个中和性的迄个抗体，就是咱过去看到迄张图表啦。因咧做的就是敢若讲忙着吼，无看伊就不管你是人，就是头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反正拢唔知影啥物人，啊嘛唔知影这是有拍的疫苗还是无拍的，吼，就是拢。第一个甲第1000个拢全甲做出来，啊做出来就交互你，吼，迄是，啊即马第三方会去甲伊解盲，吼，讲哦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但是吼，你若看，你想看，你就知，咱想嘛知影，你咧做的时阵，无传染着，咱拢无人传染嘛，因为咱台湾其实吼感染率足低啦，对吼，所以即个即个迄个注预防针的人吼。有做的人就有迄个抗体，啊无做的人就无，你看就知啊。所以其实做的人就大概知影是这个是效力是偌济安尼啦吼。所以我感觉因可能有咧，大家有咧看啦，啊可能我想咱的政府嘛有咧看，迄是还没有解盲啊，我咧干那看尔，说好不好啊，还不错啊。可能是安尼啦，我是唔知这是我想的啦，因为本来做疫苗这个代志，咱政府就是讲，哦，你要做，OK，你要做，我甲你帮忙，吼，你做好我要甲你买。这是本来就是双方的嘛，吼，就是敢若讲，咱这个疫苗的公司本来就是咱防疫的这个主善啦，吼，的迄个叫做什么？叫做伙伴啦。OK， 对，咱防疫需要的工具，你互我。你甲伊帮忙做出来，伊若唔做，你就没有工具，国家嘛做袂出来，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话啦。所以我一点仔都无感觉真奇怪的代志。所以因可能有一点仔知影，啊，即马伊就咧讲，咱蔡总统咧甲伊给压力，啊，我嘛感觉足奇怪，因为台湾的学者吼，无遐简单啦，无遐互安尼吼，互受压迫安尼吼。即当然，伊可能是家己想较济啦，我是唔知影，因为伊即马可能遮个立场吼，有一寡看起来有一点仔偏差啦，我是唔知影是啥物道理啦。OK。啊，即马你想讲，那蔡总统互因有压力的时阵，一定唔是家己，一定袂讲伊家己是咧。有感觉尔，伊别人嘛。所有的咱讲吼，可能这个有参与着心灾，拢感觉到有压力啦吼，不是讲一个憋出来。对。OK。所以这是咱是唔知啦吼，所以这就咱即马就莫去甲想，咱干那想科学的这个原理就好啊。本来咱即马就大家咧讲，这个歹话，迄个歹话，安尼嘛是无啥好，因为咱家己的疫苗吼做出来，一直讲伊的歹话，啊，其实普通人吼唔知影。听拢无啦，敢若知影讲，你讲迄歹一定是歹啊！我真尊重你啊！你阁是中央院长的院士啊，对无？安尼是咱是即马是想要来甲讲清楚者，是咱就科学即个面吼，甲伊讲互清楚，这有一点仔偏差。有影啦，有一寡偏差去啊。其实这个教授嘛整理着一张图表吼，咱大家看一下吼，伫你桌顶头顶，这其实嘛是咧甲咱讲吼，啊，其实咱这个国产疫苗这个部分吼，有一寡。
咱这个过去的这个技术吼，其实甲国际上是差不多，头拄你嘛甲咱解说，就是讲哇，真正毋免遐尔惊吓啦吼。咱嘛是爱相信，就讲其实照科学来讲话，这才是咱台湾人应该面对这部分。应该是安尼啦，应该是这个技术，其实你若问我家己嘛是去注射啦吼。啊，我迄阵是想讲，啊，你就需要人，啊，我当然甲你帮忙。啊，但是咱就唔惊讲伊是无安全啦，吼。啊，不只是讲我家己去，我搁带一寡人去，拢是我的亲人。小酒去吼。对，我就想讲你有需要，啊，因为上重要的是对这个安全，这个吼，我是拢无烦恼啦，无烦恼着做，拢无啦吼。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咱足侪年啊，用足侪年啊。咱讲这个鼻型管炎嘛是用着这个吼促单元两倍即这个概念，所以咱讲咱是用着上安全的这部分啊，未来。所以咱讲这个 mRNA 呢，其实伊个经过真长时间这个验证，但是咱讲吼，咱用的这个促单元两倍剂的这部分，是过去甲单拢已经吼，咱讲技术真完整的这个部分吼。感谢这个教授吼，即阵咱过来传讲，咱头拄讲着吼，陈培德吼，大家真尊敬中研院的这个院士吼，即阵心早请示啦，伊买手会造成什么款？咱讲吼，解盲的这个影响的，先做来看。中研院院士陈培德进前发表对着国产疫苗技术质疑的言论，去外界爆料有违法部小数国产疫苗疗效评估方法专家会议委员身份，虽然已经请示，不过发言恐怕违反着专业伦理。个陈培德对此回应表示，已经伫5月底来时刻专家会议委员职务了，才来发言。请示成为总统蔡英文进前讲，7月底要互大家来做国产疫苗，小数敢有法度挡会调总统压力？现在委员恐怕嘛无法度来维持独立性。对着陈培德的请示，这个会议的召集人嘛表达慰劳的态度。他当然有他的考量，他会表达他基于学术上的有一些他的想法。陈院士他是有表达他的词意，那不过我们还在未留之中，大家都是希望他能够留在委员会。对着陈培德表示，小数是挡袂调总统压力，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一切是依法，并且用科学的态度来保护个人的健康。唔管是安怎，拢要有一个标准出来。好，院长，这你同意吗？而且解盲后相关数据都会公布供大家检验的。好，在党立委要求卫福部长陈时中，这疫苗解盲的过程要公开透明。不管是在程序 CMC 上面或各类都有相关的一个要求。好，那这个可以公布一个标准，主动公告，然后去公布相关的数据，这没有问题吗？那公布相关的数据，可能要等解盲。对啦。总统府嘛透过发言人张敦涵表示，总统并唔知影陈培德是担任还是失去这疫苗审查委员，就算是陈培德最近发表无同的看法，嘛充分尊重伊的讲法。不过嘛指出，陈培德亲自消息出来了后，外界才注意到陈培德有安的身份，因此总统府对着陈培德的讲法是感觉不解，也个遗憾。记者张志勇、曾志信、陈伟林、蒋建功台北报道。是啦，咱讲到吼，过去这个国产疫苗吼，还未解盲的时阵吼，咱看到讲指挥中心甲因这个签约，咱看到讲迄当阵讲的，咱拢是预先做采买这部分，咱咧买国际疫苗的这个部分嘛是共款啦吼。啊，共款的这个问题，咱来看国产疫苗，都有人真侪讲哇，咱这个国产疫苗，亲像咱头头讨论的啊，无好拄无好啦。Novavax 无通过这个国际这 EUA， 但是无赶紧嘛，咱有真赶紧的这部分。啊，即阵的这个部分，咱看到讲吼，中研院这个院士吼，陈培德，伊这个公布出来吼，嘛有一寡吼，有人讲伊这个审查委员吼，一寡这伦理上这个问题，但是讲我5月底就已经省示啊啦吼，无即款这个部分，啊你这个刘医师你安怎看咧？当然，伊也已经省示啊。当然，伊较来发表这个意见，可能我相信，搁要甲伊委由要登去内底，可能有一段困难啦吼。尤其已经发表伊家己的主观的意见啦。其实我是讲啊，陈医师，我相信伊伫伊家己的研究的这个领域内底，我嘛是足尊敬伊的吼。啊，不过主要是讲。其实伊应该免遮急啦，就是讲你当解盲了，哦，你若讲你有共款的无共款的意见，其实大家拢会尊重吼，因为学术的部分本来就是大家人见解无共款，大家有独立的这个思考的方面。甚至你看像检察院也要担好一个人，嘛是有刚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啊，反对嘛是有伊反对的原因甲理由，伊嘛会当表现出来吼。啊，只不过是你讲的理由，只要你啊有解盲的报告，既然对这个报告去发表，我相信解说会清楚，大家拢会相信，拢会尊重你的意见。是，吼，啊，你若讲大家看起来拢无问题，看起来拢真好啊，大家同意这个推论，安尼我相信应该。
教授甲发表一个整体意见是较好啦吼。啊，当然对伊来讲，伊可能想讲，伊也对这个疫苗，伊刚一开始可能就无信心，吼，也是感觉讲伊可能有一个主观的意见，哦，当然这咱都唔知影，哦，啊，毋过我是感觉讲，以即马来讲，其实大家咱人民就是等伊解盲的结果来看，其实都会使啊啦吼。当然，大家即马咧讲啊，你是毋是政府一开始蔡总统你就已经定好啊，就是代表讲，阮就是其他人啊，甲你背书，就是一定要甲你通过。其实嘛无一定安尼啦吼，因为你只要教授也报告吼，像陈焕仪的要求讲，你一定要第三方去做一个解盲的报告，甚至第三方来帮你背书，甚至你爱送去别个国家，也是讲爱送去美国，互美国来帮你背书。我相信你若讲有其他国家来帮你背书，这个预防社的这个效度，应该对这个国产的疫苗，应该就是大家较有信心去做啦。啊，当然，伫这个结果拢还未出来阵，大家就开始咧等风向球，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赞成。其实我觉这意义性拢无大啦。咱就静待这个结果其实出来就会使啊。是。当然，咱以徛伫咱，这是咱本省家己生产的这个疫苗。当然，咱是保持讲咱这个较大的信心，佮希望鼓励心情，希望伊会当成功啦吼。啊，当然你若讲真正出来结果不如咱预期，咱当然只有含泪甲伊说拜拜。拍条钉来嘛，拍条钉来。但是这就是要保护着咱讲家己有这个自产的这个能力，尤其咱讲国际这个预防社真正歹摕到啦吼。咱讲即阵211万内底吼，经过 COVAX 系统的来，其实嘛无济啦吼。咱看上大宗也是来自日本的这个124万吨吼，Moderna 嘛才15万吨呢吼。所以咱讲处处若是受到做些国际这个咱讲吼疫苗欠缺这个部分，咱真正就是咧等尔吼。但是咱若是有更较吼这个动能，也是讲更较大的这个能量来去做这个吼国产的这部分，相信大家较有信心啦吼。虽然咱嘛有听着讲指挥中心甲咱讲，伊若是无通过解盲，咱就是无要甲伊买。吼，这办是伊签约一个但书伫咧啦吼。但是咱讲吼，真正你无信心嘛无好啦吼，嘛无一定讲要求讲你就一定该当做国产的，因为其实嘛占1/3的这个量尔吼，甚至讲你若是解盲失败，可能政府等到伊家己爱摸咧烧啦，伊还搁去大个申请，去买另外1000支来斗3000支，哦，所以当这个时阵等到是你免去帮政府烦恼这件代志，哦，你就当解盲就好啊。是啦吼，凡事拢是照科学的这个数字来去行啦吼。但是咱即阵要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台湾当咧欠预防社的时阵。咱嘛讲着讲吼，即阵吼，咱过去咧讲咧社区的这个感染，买手入去到这个家庭内吼，家户的这个感染，另外吼，这个移工的这个部分，咱嘛是要照顾好势啦吼，咱嘛避免讲吼，真正咱这个差不多70多万的这个移工吼朋友，无论你是这个产业移工也好，还是咱讲吼社福移工，拢总爱来保护着吼。但是有另外一种声音就出现啦吼，咱看着讲体育吼，这个吼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啦吼，有5点的这个建议吼。半点吼，这个防疫量能吼，禁止吼转换到这个雇主啦吼，另外保障移工的这个权益吼，家庭照顾者甲外籍家庭看护拢爱纳入去公费疫苗这个注意防社这个部分。另外嘛有公办宿舍，咱头到宿舍这部分讲真大部分，即阵还好啊来讲预防社，其实吼。到底要互因住还是不住？其实有的人看法是讲一定要互因住，因嘛是咱这个经济这个命脉伫咧啦吼。但是嘛有另外一种声音，佫有一寡吼，咱讲这个家庭内这个社福移工，因是非法的这个部分。但是伊其实照顾吼真侪咱的这个士大人，咱的士大人如果是咱讲上治病吼容易，咱讲确诊，也是讲咱讲上高这个重症变死亡这个部分，咱佫继续请教静茹啦吼，安怎来去看？歹势，我爱更正一下，迄个第2点，毋是阮主张这应该是这个劳动部的啦吼。劳动部讲即马全面禁止，是毋过阮感觉应该要有配套，配套因为即马咱知影。看护义工嘛咧欠人嘛，就是咱长照本来就无够人，所以看护义工嘛咧欠人。然后其实有一寡迄个厂工嘛咧搁咧欠人咧，因为拢禁止入来嘛。所以即摆你若讲袂当转换的时阵，其实原来雇主会负担伊的迄个照顾的这个责任，新的雇主搁无人，所以阮其实有一个配套伫咧即个主张内底。毋过咱即摆搁讲倒来拄啊即个宿舍问题，我搁小可讲一下，就是即马宿舍开始就去管啦，然后拄啊，迄个刘医师嘛讲着，其实阮一直讲劳动部是咱遮的防疫的猪队友，就是安尼，就讲你应该是
这个减班分流爱落去处理嘛。啊，拄啊，比如讲有去访视，访视伊甲讲我已经访视，啊，访视的结果是安怎？是，咱拢唔知啊，拢唔知哦。伊讲我封死了。对。然后譬如讲我拄啊讲的，这大县市，那是有一个个框列出来，然后要一人一间，对一个，即马已经疫苗咧。安置到台中去啊！台中是大县市哦，大县市哪个出一件咧，要安怎处理？所以这拢是问题。然后我今麦要甲大家讲的是，最近啊，已经有这中介甲公司来叫移工签这非常不合法的相关规定了。OK， 这个劳动部嘛唔知吗？今麦伫网络上大家拢传到就多，劳动部伫防疫的过程当中，把进前没有超前部署，让这些移工的生命受到保障。今麦连接。唔是干他生命有危险，那连这个劳权嘛，都出问题啊。所以，拄啊，我今仔来在知影讲，其实有一寡专家医师咧，包括前疾管局，拢咧建议讲，咱这迄个移工爱先注射。对，社区的这爱先注射。老实讲，阮进前唔敢讲啦。对，因为即马因为这个疫情，大家自进前伫无伫咧路上的厝通大迄个。渔工、鱼工、掠鱼的，伫路边啊，才有通洗身躯迄种。鱼工讲伊洗身躯无戴口罩，连迄种状况都已经被群起攻击啊！老实讲，唔敢讲。不过另外一点是有一个大的问题，就进前迄个看护养护中心的移工被列进去，唔是干移工啊，就是全部看护中心的人呐，一旦落去注射，安尼后来对被照顾人跟照顾人，这个维持照顾的这个能量在让恢复住，所以阮伫第四点提出的是讲，其实除了遐伫养护机构的，不论本级或外籍的这些工作人员都应该要注射以外，有25万人左右啦吼，无伫咧这个名单头顶哦。然后这个人其实甲这照顾机构人要相像，就是你家属，咱讲家属照顾者跟移工照顾者，其实拢爱陪这个老大人、病人去病院，然后去就是病院啦，甚至讲莫讲病院买菜嘛爱买啦。是，所以简单讲一句啦吼，这25万的人就地合法啦吼，这嘛是恁的这个诉求，可能会当安尼来去行。不是就地合法，因是合法的。是。就是讲因敢会当被考量进去。OK。因为阮拢知影即摆疫苗无够济嘛，所以老实讲就讲，希望指挥中心会当考量这些人，因为这个人咧照顾的人是上。有可能啦，确诊了是上有生命危险的。OK， 对，上有生命危险的是会对医疗设备、医疗资源占得更多。OK， 所以我讲这应该爱个考量进去。家庭照顾者跟外籍看护拢是咧处理照顾的人，会当进入这个疫苗接种的名单来，对，因为基本连入咧迄名单都还没咧。OK， 咱继续请教这个刘医师啦吼，即阵真侪人开始呼吁啊吼，这个移工的部分吼，先列做优先的这个部分吼，其实这个刘医师应该是蛮是赞同吼。哎，其实我是赞同啦，只要移风效够，我是赞同。OK， 啊，即摆就是差伫讲吼，甚至讲是进前报道迄个桃园迄个病院的代志，你看现在伊到时阵伊改变嘛，第一类到第三类连共。带做伙的家庭内底厝里的人嘛，拢会当住，就是因为惊伊讲，恁遮都危险性的人嘛，吼，高风险的人，啊，你转去啊传染互遮本来是健康的人，啊，就造成家庭拢传染嘛。是。共款啊，遮外籍的遮移工，你看护的遮移工，你若讲尤其伫这个养护中心的，你若一个互伊着，伊看护的遐是啥物，拢是倒伫门床袂叮当的，拢遐重病，甚至讲有可能拢是。你落足侪慢性病的人，伊当然遐个人死亡率一定是愈悬的。是，哦，甚至这其实老实讲，这外籍移工其实因当初时来台湾阵，拢有经过身体检查，其实身体拢真健康。伊对也无一定比伊照顾的人搁较风险搁大。问题是你考虑的是伊带来的这个效应啊。哦，有可能因为伊叫怎影响到伊照顾的人，还是甚至伊怎影响到伊规个生产线全部拢停起来。OK， 哦，啊这你。对个损失的袂当比啦，哦，所以当然啦，这个预防性也是有够，我相信这个移工的损失应该是当去提早啦，因为即马咱当然即马政府要第一个做的东西，第一类甲第三类这袂变啦，是，好后壁开始慢慢啊变的，伊就是为遮高死亡率的先提早，吼，提啊头前，包括75岁以上的，包括你遮西药剂的病人，吼。
过来伊也搁要搁看的，可能就是讲，这一个点有可能造成族群的感染足严重的吼，还是大爆发的部分，伊可能爱搁甲这个名单慢慢啊搁分类一界啦吼。因为伊即马初步的像第一届分类其实分10类，迄种分啊做老草的啦。我是讲，伤大类啊，迄根本你都唔知影讲，伊这代表意思是啥物？到底是啥人？对啊，像迄阵一开始第一类讲第一线医护人员，大家咧想讲啊，我算第几线？有诶讲啊，我无咧照顾真正COVID的病人，我是毋是算第2线？还是讲我即科都刚看啥物？较无真正有这病人，我是毋是算第3线？大家拢伫遐轻分析，啊，甚至讲啊，我伫病院内底，我是药师，我算第几线？所以当然，伊这分类无就分啊清楚的。是，咱希望当然就是以即摆来看，以咱这2-3礼拜累积的经验来看，什么人、什么情形之下，伊是上有可能造成这个社会爱停摆的部分。所以咱就应该甲伊顺势扭啊头前，甚至个死亡率的部分，咱就爱扭去头前。所以我是感觉这是会当调整的。是，啊，当然第一点是你也预防车有够，我相信这个部分安那调整，大家都无意见。有影啦吼，感谢所有来宾，感谢多谢。有影吼，所以咱看到讲。